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又係同大家傾下今市表現。今日4月17日，現貨金喺高位明顯見到有壓力喺度，喺4800美元呢個大關口拉拉扯扯，行得相當反覆。點解呢？主要係美聯儲嗰邊啲口風仲係好硬，搞到市場對減息嘅幻想又要推遲，美金同美債收益率一齊升，金價自然就頭重腳輕。雖然話中東局勢同美伊對話仲有變數，帶動少少避險情緒，但大家經歷完美國 CPI 數據之後都變叻咗，心態由衝動轉向睇定啲，唔敢亂追。技術上，日線圖睇到金價開始震盪行弱 ，RSI 回落到58附近，動力明顯減慢。最要關注係 MACD 綠色儲縮緊，加上 KDJ 喺高位出咗個死叉，呢個信號話俾大家聽，短線仲有回落壓力。而家上方阻力睇住4837美元，過到先好講挑戰4870美元，下方支撐就睇實4785美元。如果守唔住，分分鐘要回落到4750美元。總括嚟講，金價而家係高位震盪，指標未收復好之前，大家千祈唔好盲目追高啊！以上內容只供參考，唔代表投資建議，盈虧自負。記得訂閱、撳讚同分享，多謝收看。